台北市昨昏举办联合婚礼，为着要鼓励结婚的风气，这届唔但礼品是真澎湃，也佮有送蜜月旅行。现场有80对新人结婚。不过，面对现处是少年人唔结婚、囝生少的情形，有学者就建议讲，会当为教育的方面来改变少年人的想法。一对新人充满幸福笑容，台北市联合婚礼浪漫登场，现场80对新人参加。美国的市民婚友即摆推出家电婚礼中奖率5成，企业也赞助上大奖，到马尔地夫蜜月旅行。蜜月部分是我们最大奖，就是马尔地夫，2人同行1人免费，总价值80万元的家电，给我们新人今天来抽奖。如果说新人在今天婚礼后1年内有怀孕的话，对，我们也是会再从这80万的家电里面会去送他们。刺激结婚率也爱刺激生育率，不过即卖人无要结婚、无要生囝，少子化才做个人规矩。新人也承认，为买厝到生囡仔照顾，拢是需要考虑因素。像我还没买房子，现在也买不起了啊！如果房子、小孩子，我现在只能2选1而已，希望公托多一点，不用抽的。双薪家庭啊，可能在照顾幼儿方面需要政府多帮忙。拯救少子化政府预算高达1200亿，不过生育数甲生育率算是连7年相同。今年0年的生育数，唔但比去年好年少，也可能创历史新低。学者认为台湾的低生育率，甲这几年政府不重视家庭计划有关系。政府加码是一回事情，但是您有没有去强调家庭的价值观，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建立起责任感，婚姻能够延续，你生小孩机会当然就比较大了。市场台建议为教育培养责任感，改变少年人的价值观，鼓励家庭、鼓励婚姻价值也是一种方式。无需要开什么钱，应重视家庭价值，也建立对未来信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